我为大家说明一下，这个嘉义六卡乡呢，即马落雨已经超过90毫米，请当地居民一定要爱注意。另外来关心的就是这个丹那斯风灾影响，中南部有一寡街条嘛是同款受到损害。这山地挂价逐斤是起到6块。另外，伫云林东势一笪饲鹅仔的所在，因为这通报着 H5N1 的这个禽流感，即马已经消灭2600多只的鹅仔。网友熟悉来呼吁，这风灾过了，大家都爱有严格落实这个卫生的管理。工作人员无用甲鸡卵一粒一粒装收出货。受到丹那斯风台的影响，中南部有袂少鸡条受损长。地区最近鸡卵的供货减少，后山地大卖计销为1斤32块，起到38块，差不多起要2成。这个孙模要恢复的速度爱半年以上啦，无较紧啦。短少了几万箱。哦，这回起码差9万箱以上的啦。卖卵的农民表示，这个风灾中南部有真侪鸡条，厝顶规个翘起来，甚至有的是喙炎炎，包括水帘设施、通风的系统拢受损。若征收恢复正常供应鸡卵，至少都要半年的时间。咱若云林当时有一间饲鹅场主动通报确诊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的禽流感，拢总甲2600多只鹅灭掉。因为有袂少鸡条等等因为风台受损，即嘛烦恼禽流感的疫情可能会扩大。防疫所呼吁。近期因风灾影响致禽舍的破损或防鸟措施的损坏，请禽产业者应尽速补强相关防护措施及生物安全。另外，伫中华沿海所在，风灾了后，饲鹅仔的农民嘛发现收成减差不多2成。状态都退散去，无本来嘛食肥的。要食肥，一头3偌济？3块一分，3块2分去。饲鹅仔的农民表示，若无受到风灾的影响，原底一笼的鹅仔被烤了后，差不多也有6斤，不过即马敢若剩4斤，因应后续恐惊还阁有风灾会来，即马敢若会当收偌济算偌济，减少损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